圣诗68首，圣诗68首，主耶稣放闪，你保助免流，咱由请书评为咱读一遍。主耶稣放闪，你保助免流，为着我降生点着上，总是你的lòng客我无所在，名赐我主点一代，请来入我心，主耶稣伫我心，有你做保障。咱来念第一节。主耶稣放闪。今早起敬拜，即是请书琴奏乐。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得胜的人，我要甲伊甲我同坐伫我的座位，亲像我得胜来甲我的爸同坐伫伊的座位一样。即时咱要来吟圣诗，学乐咱的主。圣诗41首，请来，请来，伊玛内利，请来起立来吟第一节到第4节。
你的名声，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你过日亲像天日，阮的日子领予阮，写给阮的辜负，亲像阮后写的孤单的人，阮你带阮日死，又救阮脱离迄个海，因国官员应当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温柔病倒顶来受苦，第四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这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领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会教会，圣母相通，做赦免，用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启文41篇。是变了，圣诗后面启文41篇，咱三角来交托。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是生命的人，光在照因。你福音的国加强盛，福音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得受割的欢喜。亲像得闻见天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伊的回答，讲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者的耳，侵略者的军鞋过着灰的军服，拢会做查收，因为有一个影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属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做显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穷，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宣传家属。咱三角来祈祷，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大降节的第一主日，互阮搁一遍围内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圣神引带带领阮将阮众兄弟姊妹仰望摆列伫主你面前。求主你，互阮搁一遍备办阮家己的心，互主耶稣会当搁一遍进入阮的生命当中，做阮永远的主宰。求主你的灵来引带带领阮在座的每一个人。求主你有缘来看顾伫昨新选出来的市长、县长、各国的民意代表，会当真做主你所来使用，为着主你所创造台湾这个岛屿来做真济的事工。求主你的圣神甘三角之地，也保守看顾这新选出来真做领袖的人。求主你来帮助因，也看顾因。阮即时有缘心肝背腹毋甘阮信仰的前辈祝美子伫昨透早蒙主温调阮知伊煞了地上的劳苦，去到上好的所在，也是主你所备办的所在。求主你有缘护守也安慰正即事甲正义传导因的心，由你来安慰因，也来保守因。求主你亲自干三角之地。阮即是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愿祈祷，主听愿祈祷。主
合唱团咧吟的是天后一个王。感谢咱爱合唱团用水的诗歌来娱乐咱的主。这是咱要看今早起的圣经有两段，第一段记载记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
当迄时，该撒阿古士都有出招，命令天下拢做加价。这头一摆的加价是古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来做的，众人去做加价，逐人转去本城。约瑟的细系属伫大毕的家，所以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大。到大毕的城名叫伯利恒的，伊要甲伊所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加价。迄时玛利亚一定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用阮因。第二段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到12节。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既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信伊名的人，伊就想使伊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以上即是请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客店甲马槽。请咱做同心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主，阮的上帝，是阮不三时咧听候一个王，阮时常咧听候一个会通带阮的生活，搁较舒适、搁较安全、搁较繁荣、搁较富裕的王。阮徛伫世间，阮一直咧期待迄个暂时的王，亲像伫昨昏阮的选举。我用阮逐人无共款的角度、自由意志来选出未来4年要治理阮即个所在，要代表阮的民意伫议会中间来替城市乡镇争取福利的民意代表。我咧期待这政治的人物会通带阮幸福。总是伫阮的经验的中间。也时常感受到，这个阮所咧期待比赛啊，互阮失望。有时，阮对因有真大的期待，总是当人拥有迄个权利了后，有时阮看见腐败就产生，这是人性，这是人的软弱。阮只有恳求你。特别为着全台湾所选出这个县市长也好，民意代表议员也好，因真正是抱着为着百姓来模糊你，为着百姓来服务的心，互因无忘记你因从政迄个时阵的心意。伫因的侍奉的中间，真正互全台湾各所在。拢得到兴旺，得到繁荣。总是这地上的君王、地上的领袖，拢是暂时的。阮所需要其他的，是迄个永恒、早伫的、现在伫的、将来也永远伫的弥赛亚，是阮的救世主，是会通救阮脱离罪恶、地狱甲死亡的弥赛亚。互阮会通过即个要降生的王来接受伊，成做阮生命中的领导者，帮助阮行人生的道路。伊是公义的，伊是怜悯的，伊是慈爱的，伊是万官灵，伊是和平的君王。主，阮搁较期待是即种的弥赛亚。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咧准备新迎至圣诞节的时，当阮点到第一期大降节的蜡烛的时，阮就开始准备阮的心。互阮的心虽然毋是亲像有星级的饭店客馆，虽然阮的心充满了自私、自我、误会、拉散的马条，若是伫马槽内底，你欢喜降生做阮的主。求你来
降生来成做阮的王，成做阮永远的弥赛亚。因为阮要靠你来开拓去到天堂永远的门户。求你互阮会通过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的敬拜，搁较羡慕这个王的临到。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毋知影，恁昨暗有用足期待的心咧看选举的结果也无？咱大家拢咧听候这个县市长这个直辖市市议员的诞生。迄个咧听候的心，我想毋是干那昨4点投票了后，咱大家看电视伫遐看迄数字伫遐跳咱叫咱家己所以爱的人伫遐来心情上上下下。我想其实伫台湾为10月开始真激烈的即个选举，咱就已经开始咧期待那换人做，也是用另外一个人来治理即个城市，治理即个所在，是毋是会通更较好？咱咧抬杠，咱到底是咧等什么？咱咧等什么款的人？即时对教会历来讲，即个是大降节因为新教基督教对宗教改革了后，对这个教会这一期较无遐尼重视，总是至少伫圣诞节的即个大降节，毋望咱会通准备咱的心，就是准备来期待主耶稣基督伊捌来过，伊捌伫伯利恒来出世，咱定定去回顾即个故事。总是嘛期待伊第2摆会再临，所以大降节毋是已经过去的、已经成就的，嘛是将来特别过来，咱对主耶稣再临迄种的期待。我去遐查，毋知这大降节即种的传统、即种的教会的历史是为什么时阵开始？总是看起来毋知影，可能早期的基督徒因感觉咱都要准备心。伫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前，搁较认真来灵修，搁较拍拼来思考即个基督降生甲我生命的意义。所以我需要安静落来，需要一段时间，甲伊分别出来，定定去思考即个。所以对教会历来讲，咱知影咱有农历有新历，总是教会嘛有教会历。大降节第一主日是教会历的新年啦。咱咧听候耶稣的降生，然后落去耶稣的国外顶遮的有一个教会历所以一般以前是大降节时间较长，总是到最近咱大概拢用4个礼拜日，就是因为圣诞节前4个主日每一个礼拜咱会点一支蜡烛迄个光明哪来哪光哪来哪期待。所以伫西方教会传统内底，咱会通看见，亲像咱今日伫圣餐道馆顶即种的布置，因大概拢会布置做有一个圣诞环。圣诞环是用绿色的即个树枝甲编起来，绿色代表生命，圆环代表永恒，没有头没有尾，意思是永远的上帝，永远的生命的来源。然后咱准备5支的蜡烛即个有3支是紫色。1支粉红仔色，也佫有1支是白色。为第一礼拜，咱每一个礼拜拢望有一个主题，就是今仔日咱用非常期待，亲像咱昨咧期待即个选举的结果一样。咱伫迄个所在期待主的降生，抱着望即个主的降生影响着我将来的生活，我的生命。第二主日，第2支蜡烛依然是紫色。因为紫色传统上认为是尊贵、君王的，所以咱看以前遐电影，遐王拢穿紫色的袍来代表迄个尊贵、迄个君王。为什么用粉红色？这就无讲真清楚，代表喜乐真欢喜。第3礼拜，迄个时间已经够较近伫遐宣布讲主特别降生第4礼拜是上帝通过以马内利，通过这个婴对咱来启示，伊对世间人会听。到圣诞节迄天12月25，咱才会点到代表基督做主白色的蜡烛所以到圣诞节，咱5支的蜡烛才会完全点到。
我想这个对你甲我来讲，咱拢也拄好是到年尾。2022年，我毋知你拄过做什么款的代志，检测咱一寡人确诊过，咱厝里的人有确诊，甚至咱厝里的人有人死失，也是拄着一寡遮艰难的事。总是到年尾时，咱拢会去算过去这年上帝恩典。到第11月啊，真紧，过一个月，2022年就特别过去啊，特别行入历史。所以为感恩节，咱顶礼拜拜是咧庆祝感恩节，咱鼓励大家伫遐来算上帝。伫我家庭中，毋那干那物质上的恩典，事实上，伊对咱，互咱人诚侪经历即种的恩典，咱时常伫遐来算来笑。然后伫大降节的时，咱佫一届定心来准备咱的心。不管你是第3代、第4代基督徒，不管你做基督徒是40年、50年。每一年拢互咱一届机会，来邀请主，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互我会通伫迄个所在跟缀你，教我即个人生，教我人生肉体性命煞了演煞去到迄个永恒的国度。所以，即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其实对弥赛亚的期待，毋是干那伫即个主降生以前。犹太人真早就咧期待迄个弥赛亚，伫因的历史，伫因的时代，因时常咧期待，我是上帝你的选民，你伫旧约中间用遐侪先知来应允阮讲，要有弥赛亚来拯救阮，所以因就一直咧期待即个弥赛亚的来临。所以我要用诗篇80篇，今日咱虽然无读，有机会你倒转去读诗篇80篇，一个诗人伊伫迄个所在祈祷。因为伊做上帝选民，做一个犹太人，伊无了解为什么上帝你互阮的国家拄着即种的困境，受人灭国了后，你迄弥赛亚什么时阵要来？迄个爱国心，互伊到今仔日咱去到耶路撒冷伫死墙的伫靠墙的时阵，咱看遮犹太人嘛是抑搁伫迄个所在咧期待，因望迄种的弥赛亚，因期待讲。你弥赛亚来拯救阮，你有阮拄着遮个代志，阮知影阮做毋对，所以求你互阮会通活倒转来尊叹、来敬畏上帝、来敬拜上帝，用你的面来照光阮就会得救。这个诗人用一个诗伫迄个所在来描写，伊咧回想以色列的历史。阮本来是互掠去伫埃及伫遐做奴隶。所以，上帝，你通过摩西对埃及将这丛葡萄树，你所爱的葡萄树，甲伊刷出来，然后伫迦南地，当时有这阿拉族的人，有这迦南人住伫遐，这异邦，你通过约书亚，通过甲因赶走，然后葡萄树栽伫这个所在，然后因开始享受以色列国的荣耀，对所罗、大卫、所罗门。哇！伊的军顶入去伫即个所在，伫迦南地伫遐来繁盛。毋那安尼，阮的影响力去到地中海，阮的树军刷到幼发拉底河，伫台北的迄个阳光，迄个国家的阳光，阮感受到。总是为什么即个荣耀的情形无法度通继续？咱知影为所罗门以后，就分做两个王国，两个细细真弱小的王国，定定去互欺负。北国以色列，亚述帝国主前7世纪就去互消灭去啊。南国犹大，伫主前5世纪就去巴比伦灭亡去啊。我哋国家哪会做有即种的代志？你无咧顾即个葡萄园嘛？你无咧顾你的百姓嘛？你拆迄个篱笆，甲伊拆开，经过人凊彩慢来欺负、来糟蹋阮。为什么你拢无出声？一方面求上帝帮助以色列百姓回心转意，伊嘛咧求上帝万军的耶和华，你回心转意，搁来照顾阮，为天顶来看阮，照顾你的百姓。阮是你所栽种的葡萄树，是遮尔啊水，遮尔啊繁荣的。
我咧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小可有去想到台湾。伫上帝历史的主宰怎样，互咱脱离日本殖民地的统治，甲阮伫即个所在会通建立一个华人伫全世界上自由民主的国家。阮伫即个所在发展了遮尔好势，阮的根定落去啊，阮的基础咧生炭，总是阮有真大的威胁。阮有真大的即个战争的紧张。上帝啊，求你回心转意，台湾百姓回心转意来拯救阮一个。所以咱一直咧期待一个救世主。事实上，咱每一届咧选举的时阵，国家的定位甲国家的安全一直是咱的主题。咱嘛咧期待有一个英明的领袖、总统会通帮助咱，来互咱的国家会通繁荣、会通自由、会通安全。所以，这个诗人伊咧写诗篇80篇的时阵，伊毋知影为什么上帝咧用阮这个代志发生伫阮的国家。伊伫遐哀求，伊伫遐哀怨，伊伫迄个所在讲：你不好款台湾，也不互阮真阳光、真繁荣，为什么你即马放任不管？所以伫第17节的时阵，特别我用红的写在：上帝啊，愿你将弥赛亚赏赐互阮，愿你的手换伫你正边的人，就是你为家己所坚固的人子，你永远要来帮助阮的即个弥赛亚，有一天会临到以色列国，来帮助阮，互阮会通复国，互阮会通繁荣。事实上，这为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亡国了后，这先知预言、期待、祈祷，拢在期待这个救世主。所以今日咱所读的启示文内底啊，以赛亚讲，将来要有一个婴仔为着恁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要称做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下和平的人君。恁会通期待这个婴仔的出世，伊要成做恁的弥赛亚。这是犹太人所期待救世主。所以，伫因的传统的观念，伫因的历史的背景中间，因的期待，毋是灵性上、灵魂上的弥赛亚，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弥赛亚。所以到今仔日，因也搁咧期待，耶稣无符合因对弥赛亚迄个根深蒂固的迄个形象，甲迄种的心理，因所期待。来解救以色列民族，会通互因复国，会通互因伫世界徛伫在，会通伫遐做阳光的，恢复大笔王朝迄种的阳光。所以耶稣即种乃是我所期待弥赛亚出世伫马槽，互目睭甲饲大汉。人咧问讲，你的国是伫什么所在？顺耶稣讲，我的国毋是属伫即个世界。所以，这种的弥赛亚，犹太人无法度通接受。你无符合我的期待，我就来甲你拒绝啊，甚至甲伊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当咱看约翰19章的时，你会通知影这犹太人的心理，因无权通处死刑，所以叫罗马的总督彼拉多来写死刑来解释。伫这斩条悬顶，伊写伫十字架悬顶讲犹太人的王，这个是拿撒勒人耶稣，用2字来定位这个死刑犯。伊是拿撒勒人，伊名叫耶稣，总是伊也是犹太人的王。在犹太人的王，侪人经过看十字架所写这个，因为用3种的文字：希腊文、希伯来文，甲这个罗马的文字写讲是犹太人的王，因看了非常的。袂爽快，所以在这时头去彼拉多讲毋通写呢。我无承认伊是阮的王，是伊家己讲伊是阮的王，所以伊对这个人对耶稣的这个怨恨是到遮尔大。因为这个上帝、这个主无符合你的期待的时阵，你要安怎对待伊？你今仔日期待一个什么款的弥赛亚？是一个像有眼光，亲像这个土地公。敢若束缚啊，敢若保守我，互我一世人丰富，安尼就到遐弥赛亚。啊是咧，你咧期待一个永恒的，
会通救我脱离罪恶，会通救我脱离迄个地狱，到伫永远的国度的弥赛亚。咱拢有弥赛亚的情节啦，免不了。今仔日即届选举了后，咱开始咧讲2年以后台湾总统的选举，咱拢期待讲，迄个新的政治领袖会通互我所处的环境处境会通更较好。所以咧期待英雄，期待一个英明的即个政治人物。咱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不得已去签落迄个真无公平的合约了后，因民族的自尊心等等拢受到真大影响。所以后来希特勒出来的时阵，因将所有这雅利安民族的这种日耳曼的迄个公园，拢寄托伫这个独裁者的身上。伊是阮的弥赛亚，伊会通带阮的国家，总是迄个弥赛亚带因，互因的国家完全袂无第二次世界大战。咱拢会有这个弥赛亚的情节。如果你是拄在来教会，你毋知影弥赛亚到底什么意思？简单来介绍，弥赛亚是希伯来文，音甲翻译过来，那希腊文就叫 Christ， 就是基督，拢共款意思。基督。弥赛亚基督，咱定咧讲基督教是什么意思？希腊文啊，救世主，一个受抹油的。对犹太人来讲，因一个宗教仪式。你要做一个君王，你要做祭司，你要做先知，需要有一个神圣的仪式，是通过先知用油甲你抹伫你的头壳顶，来表明你是上帝所选的，是有分别出来来侍奉百姓的。所以，伫这个旧约的中间，弥赛亚受抹油的，应该是复数。总是对基督徒来讲，当主耶稣基督伊成做君王、祭司甲先知的时阵，这个弥赛亚已经变作是一个专有名词。今仔咱咧讲弥赛亚，你袂去想到其他的，你就是知影讲，你讲的救世主是我的救世主，是唯一的耶稣基督。所以，咱今仔日开始真无闲，伫这个月要准备圣诞。圣诞节是咧迎接救世主来的时间。圣诞节，互人的感受是真宁静啦吼。当然，伫台湾要去感受这个宁静圣诞节的感受较困难。总是我保证讲，咱真感谢咱教会这些少年呢，顶礼拜甲这个电火吼，外口的电火拢牵好啊，圣诞灯啊。最近你若伫教会附近暗时散步吼。请你经过这27项，才较安静。你会通坐到花圃遐，看这个真水的这个圣诞灯，伫遐来感受圣诞带予咱一个真安定、宁静的感受。圣诞节互咱感受嘛真温馨啊！全世界各所在拢伫这个圣诞节的时，准备听到爱分享，所以伫迄个所在去帮助做生活较困苦的人。也是讲关伫家的人，教会真侪人咧做这个代志，是一个真温馨的节日。伫美国，伫西方的世界，圣诞节是上重要团圆的日子，大家拢会通倒转来。所以有一条歌叫《I W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我会倒转来厝来过圣诞，因为这是一个工商社会真难得，大家伫这个节日会通团圆，伫迄个所在来算上帝恩典。当然，圣诞节嘛真欢乐我毋知影，昨昏人甲我讲，你捌去新北耶诞欢乐城无？我讲我也毋捌去过吼，毋知偌闹咧，毋知偌趣味。总是政府办的圣诞欢乐，甲咱所咧庆祝的欢乐完全无共款意义。伊是为着节庆一个节庆我就办好闹热安尼。大家拢毋知什么意思，总是对咱来讲，咱的欢乐是因为主的降生，咱才有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伫圣诞节，上帝上宝贵，伊的独生囝赏赐咱做礼物，咱嘛伫这个中间送礼物来表达咱对人对上帝的疼。所以圣诞节，互咱到今仔日2000年来，咱的感受是安尼，总是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完全无共款。迄个气氛完全无相像。有时
有这圣经学者咧想讲，上帝伊要拯救世间人，为什么互耶稣基督降生伫2000年前？迄个时阵是罗马称霸全世界，啊，你无互伊成做一个罗马人，无互伊出世伫罗马即个凯撒伊的家庭，你互伊出世伫以色列，伊甚至毋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地区。是一个地区互罗马统治的，有人咧讲是因为迄个时阵时到啊，伫迄个世界，当时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伊的交通真方便，福音要广传真方便，也因为罗马的法律有一定的公平性，所以伫迄个中间，上帝互伊出世伫罗马帝国的统治下面，总是诚做一个目像的囝。头先讲做家教，对台湾人来讲，咱毋捌听过即个话啊吼。事实上，就是人口普查啦吼，人口的普查。美国10年来普查人口，知影讲到底即个有偌侪公民，有偌侪即个伫遮徛起的人。人口普查一方面也是为着扣税啊，登记啊，后摆我扣税扣会到。罗马当时强到讲。伫罗马的皇帝竟然伊一个命令，伊的律法影响到加利利地区一对少年的夫妇。伊一个命令要大家爱转去本乡本族。头先我咧问有人讲啊，我昨转去本乡本族，我伫家己，所以我转去家己投票，有点类似安尼。约瑟毋知第几代以前捌住伫。啊，伊是代别的户的，所以伊的本籍地是伫伯利恒。总是伊已经毋知偌早已经搬去到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为着讲我爱转去本乡本族伫迄个所在来做来报户口，所以即对夫妇才为遐行。所以奇妙的就是罗马皇帝一个命令影响到即对夫妇，即对夫妇为拿撒勒行到伯利恒，就。应验米迦伫5章第20讲的讲，伯利恒的伊法他，你毋是上水，随上伯利恒，你行去也毋是一个大城市，伊伫耶路撒冷南边8公里的所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人咧讲亚述的时代，伊的人口大概是1万2万，比咱一个邻一个里可能较小。总是你毋是上水，要有一个君王对你迄个所在出来。即个君王是伊的君王是对古早第一起头就有的。有人在想讲，安尼即对夫爱行偌远，爱行偌久？大概有时咱读圣经需要用一寡地图、一寡常识。加利利，即地中海加利利是北边，中是下着撒玛利亚，这是一寡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人甲外邦人通婚了后所混血的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下面才是犹太。耶路撒冷伫这个所在，伯利恒伫这个所在。这对夫妇若要为拿撒勒行落来，有2条路，会使为这个所在直接落来，总是爱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咱知影，这犹太人有的人无爱甲这所谓无清气的外邦人做伙，因宁可绕道伫这个约旦河外绕一个大圈，才为耶利哥这边入来。有人咧讲，这大概的距离啦，直线距离大概90英里，135。照咱普通的速度，大概一天若行30公里，5天会到。总是咱会通想讲，这个山期已经近，佫是已经伫要到升山期，可能因了佫长的时间。圣经无甲咱写这对夫妇到底这抓倒转去报户口行偌久的时间。总是咱会通想象，绝对是一个真忝佫惊吓的一个少年的夫妇。这个漫画真趣味。今仔约瑟甲玛利亚，若要入去伯利恒城，就爱先互以色列的军队甲伊搜身者吼。因为今仔日伯利恒也是巴勒斯坦的人咧管理的所在政治的因素，所以这对夫妇去到迄个所在。所以咱今日讲圣诞真欢喜、真快乐、真团圆、真温馨。实际上，第一个圣诞非常完全无共款的感受。
对这对夫妇来讲，因是完全的迷惑，因无了解上帝为什么去拣选因来成做伊道成肉体肉身的父母。检查因伫迄个时阵嘛，拄着一寡见笑，人甲因嘲笑，敢若送定也未带过门，为什么大巴肚？这个代志伫小乡镇八卦真紧的传，所以这对夫妇实际上是伫足大压力的下面，毋捌做过爸母的，特别到生产期，要安怎面对这个婴儿出世？我想若做过爸母的人知影，然后经过这段路七日一礼拜是偌久，迄阵的交通甲行路是已经完全疲惫不堪，总是到伫客管阁无所在通住。因为客管无所在，有时我咧想讲，迄个头家敢无讲为着到伫要生产也无让一间房间互伊，无迄个同情心，互即对夫妇，当然咱毋知影实际情形，所以互伊去带伫动物咧饲动物的马条内底，互迄个马槽来做伊的婴儿床。即对夫妇甚至伫即个婴仔出世无偌久以后，就面对。可能人要对杀迄种的命运，所以其实上帝甲伊的囝放伫一个非常不友善的环境、被拒绝的环境内底来诞生。为什么伊容阮这个代志发生？伊敢袂当安排一个更较好？无互伊出世伫即个希律王的家庭，毋是好？你若要以色列人无希律王的家庭，或一个祭司一个好样的家庭，敢毋是较好？即个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上帝，为什么伊选？约瑟玛利亚，这将来咱去上帝面前甲伊问，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加勒太讲时已经晚，上帝认为这个时已经到啊。罗马人统治伫伊的律法、伊的交通下面，所以找伊的囝，互伊对妇人人来出世，互伊出世伫罗马的律法甲摩西的律法的下面，来赎回咱无法度通守律法的遮个人，咱无通完全守摩西遮足细微按照你的律法顶，咱无法度通修全的，来赎回咱遮伫律法的下面啊。然后设立咱，通过律法来设立咱，我认你做囝，你是我的囝。既然接纳伊信伊名的人，就想使因管做上帝的囝儿，为着恁是做囝，所以咱通对上帝叫讲阿爸爸啊。所以为什么遮个代志？你若去遐想，去遐想象，所以迄个。我想真侪人读过杨惠丽迄本册，我所认捌的耶稣，伊提出五个伊家己的观察。上帝互耶稣成做一个婴仔来出世，是因为要互咱感觉上帝是通亲近的。犹太人非常惊上帝，连叫伊的名都毋敢，总是伫耶稣基督，互咱感觉伊是会通亲近的。approachable， 咱讲今仔日你今仔日总统要来遮，然后你要来遮来做礼拜，你无法度通接近啦，你要经过偌侪安全门，偌侪迄落，互你接近到。伫地上有关系的人就是安尼啊，莫讲是上帝，是一个比咱更较悬的存在。伊用这种方式除掉人对上帝的惊吓。希伯来书讲，打这囝儿同款有血肉之体。所以本身嘛，甲咱同款，伊嘛会枵，伊嘛会流目屎，伊嘛会艰苦，伊嘛互人拒绝。这个上帝完全体会咱所体验过的这一切，然后用伊的死来毁灭死的关系，用无罪来替咱。这个是上帝的奥妙。所以上帝伫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会通知影。咱抱一个婴仔，咱完全袂感觉这个婴仔对我有威胁性，是遮尔高水，是咱人喜欢亲近的，用宝宝的婴仔是上帝，互咱会通欢喜爱亲近伊。所以这个杨惠丽第一个讲，伊上帝做法是互咱知影伊是一个通亲近的上帝。第二是伊是一个谦卑到这个程度，咱拢知影腓立比第2章有上帝的形状。伊是比世间万王的王，比拜登、比习近平、比这政治领袖，伊是万王的王。
有上帝的形状，总是伊无掠迄个来做伊所着接受的。我坚持我的身份，我的身份都要用安尼来对待我，伊毋是安尼，伊是谦卑到拼空家己，粗鲁薄的形状。有时咱看这候选人，拢一直讲我很亲民，在刻意去表现伊的谦卑，表示伊甲百姓徛做伙。上帝毋是，上帝伊用诚侪萝卜，诚侪人的样式来亲近咱。所以你无法度人想象道成肉身吼，是即个上帝限缩家己的能力到什么款的程度？伊限制家己有迄个能力，总是我完全放弃，到这互你做一个婴仔的款式。有人讲创造者将家己交互伊想事有自由意志，这个人会通随意对待这个婴仔。伊咧哭我不爱插伊。我要安尼甲虐待，咱看足侪婴仔，他冒这个险，将家己交互伊所创造的人，这是何等大的谦卑甲冒险，也是一个勇气，是一个勇气。上帝是全能的，总是伫人的自由意志内底，伊互咱自由去判断怎么样去对待耶稣基督，怎么样去对待他，这个就是自由意志宝贵的所在。当伊决定，互伊的囝用婴仔，用人类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伫这个世间，甚至到最后死伫十字架顶，神没有插手。这需要偌大对人的信心甲勇气，需要偌大的疼痛。实际上，咱知影耶稣为头到尾拢是被拒绝的。玛利亚一开始无法度接受。我一个也袂记，为什么有这种的代志会发生伫我的身上？后来伊才写迄个尊主颂，约瑟起初嘛拒绝来带玛利亚来过门，毋望会通解除婚约。咱今日看见客店拒绝因的投诉。当主耶稣伊成长了后，去到拿撒勒会堂，伊伫迄个所在来讲以赛亚书，来讲上帝道理的时，拿撒勒人拒绝你，其实你我都捌你啊！你从细汉就看你大汉的，你讲遐话，伊无法度接受耶稣的教导。犹太人拒绝这种弥赛亚做奴仆的，死伫十字架顶的。世间人毋知影十字架救赎的宝贵，毋知影为什么这个上帝对咱的疼。所以耶稣一开始就体会这个世界对他不友善。其实今仔基督徒伫世间嘛，定定去感受到世间对基督徒也不友善，无欢迎伊，总是咧听候上帝。伊是一个听候的上帝，所以雅各伫迄个所在，伊无咧拍生囝，不勉强，听候伊家己愿意。今仔上帝嘛咧听候你家己愿意，莫讲阮爸，阮都叫我爱洗礼，都爱听伊的话，也是安那。听候伊家己愿意。如果上帝神后感动你，上帝也咧听候你。咱咧看这浪子的故事，迄个老爸放浪子，互伊伤心，互伊艰苦，总是徛伫门边，看见迄个囝倒转来遐远的时阵，迄个囝想一套说辞，讲我得罪上帝，我怎么我来做你的长工？遐话拢还未讲了，这老爸就已经走过去甲摸甲针。拢毋免讲啊！你转来我就欢喜啊！你转来我就恢复你的身份啊！所以彼得后书讲，上帝是听候的上帝，伊听候咱，伊无爱有人沉沦，爱人拢得救。兄姊妹，这是咱教会的道。咱们教会这6楼遮尔大建筑物，咱有所在通永远伊无？是毋是咱足无用，布置啊足好势，总是咱无甲耶稣诞生伫这个教会。伫咱兜是毋是足好势？咱住千万豪宅，总是咱无一个所在，互主伫你的家庭内底，伫你生命中来做主。我知影过来即礼拜，咱有足侪团结的表演啊，等等，总是耶稣是咱庆祝圣诞唯一的原因。咱永远毋通甲即个核心价值、核心的耶稣基督放袂记伫即个圣诞节。即摆过来真无用啊！你要圣诞庆祝会爱报名100块，要抽奖，要准备礼物，要布置。其实迄拢次要的，上主要就是互主要所诞生伫你的心内，已经来过，总是
伊也要过来。所以大降节毋是过去，也已经成就啊。当咱头先咧读使徒圣经的时，你毋是有读到讲，伊要对遐过来，个审判活人甲死人。有一天，当我世间使命煞的时阵，我就是面对这个审判的上帝。啊，我有准备心无？咱即摆是处在伊第一届来甲第二届来的中间。我望伫你的心有空位，互伊做伙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虽然世间人拒绝你，若是上帝你有缘用听、用吞忍、用谦卑、用勇气来听候阮来归向伫你。阮特别迎接主后2022年的圣诞节，帮助阮的教会让出一个上重要的空位，互上帝，互主耶稣基督。帮助阮的家庭以及阮每一人，互阮的心摒扫。虽然也是拉山，也是亲像马槽，但是阮真正有空位，互你出世伫阮的心内做阮的主，带领阮的生命。祈祷耶稣的名，阿门。是，咱要来回应上帝的话，只是请咱来起立吟圣诗68首。圣诗68首，主耶稣放杀你宝座免流，咱要吟第1节到第3节。执事甲赖宁宁执事来属奉。
会众请起立，咱来吟奉献诗。大家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礼拜。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咱点着代表期待甲希望的第一期的蜡烛，关注咱陪伴咱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礼拜后也请大家会当留步，互相交谊请安。张牧师今仔日前往信义教会主持牧师聘任的监选。今仔日去是圣诞节。到圣诞节捌参加灵修读经默想的兄弟，每一天会当接到传道组的同工，利用2022年美国长老教会大港节的灵修材料所制作的 Podcast 的连结吼，你若想要收到，请扫以下的 QR code 来报名。咱的周报馆顶嘛有吼，会当早转去扫。教会顶的2023年圣经明话月历已经送到吼，要赠送哦，咱每一个兄弟。礼拜后请兄弟家己来摕，原则上1号1份。教会伫主日12月初4第2场礼拜了后，要召开小会，请长老会当留时间来参与。另外，咱伫12月18要举行2022年最后一遍的圣礼典。圣餐礼拜，若有志愿要受洗、信仰个别转会籍，也是幼儿洗兄弟，请互牧师知影。下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学校会派院长阮介明牧师前来请安报告甲募款，请兄弟为着圣经学院的需要关心代祷甲奉献。12月24下晡3点半，咱要来举行咱。圣诞节的庆祝宴会，6点有爱宴，每一个人100块，有包括摸彩甲暗顿。报名的方式甲规则咱家己来看，咱伫周报馆顶拢有写详细。嘛，咱大家会当透过干事，也是透过咱教会团契的会长参加来报名。若要订圣诞糕，的兄弟请黄干事来登记吼，有3种口味，每一个是18块吼，希望咱大家伫12月初4进前来订吼，来登记。再来是咱下晡有召咱博爱手艺教会来设教30周年的活动吼，伫2点开始有一个裘海镇的音乐见证会，会当邀请咱大家会当时间若拄好，参加来参加。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还个一个就是咱后礼拜拜六有这个北中福禄事工部的年会伫咱这个所在吼，所以若福禄团契请拜六9点半伫咱教会。我先请咱大家来参加大港节的灵修吼。咱头先已经有报告，你会通逐礼拜逐工会通接到迄连结。咱有同工往念的吼，咱会听一届拢超6分钟、7分钟。如果你要看文字，你今仔卖甲周报等去杀啦吼。这是美国长老教会为着今年的大港节，因所编写，有人甲伊翻译做中文，所以为今仔日礼拜逐工都拢有一个短的一个灵修。你会通甲周报摕转去，逐工小读一吼，这个是准备心来迎接。主的诞生，下面我需要一段时间来介绍人客，然后今日人客非常的多，出乎我意料之外吼。我先来介绍吼，
这个尔湾教会的兄弟姊妹吼，尔湾教会吼，因毋那是我的好朋友，是我伫美国牧会21年的会友，也是阮做伙经过同生死共患难吼，这个朋友吼，今日大家小招倒转来伫这个所在。特别伫今日来做礼拜吼，我大概小可介绍一下啦吼。我先来介绍Tina吼，钟瑞梅伊的先生，其实咱可能一寡人捌，伊的先生胡宏仁教授吼，伊胡宏仁教授就是吴文迪牧师的囝吼，迄个胡宏仁教授即届无甲伊做伙转来吼。我来介绍淑华是阮的执事伫阮的教会做真好的工吼，伊现在真欢喜转来。陈昭雄因夫妇甲比利吼，因住伫圣地亚哥，但朴素伊是台湾半导体的先驱啦吼，做事业不止成功吼，但欢迎吼赵家王遐因夫妇吼，过落去吼陈春仁医师夫妇吼。陈春仁医师因夫妇伊是洛杉矶足出名的骨科医生啦吼，骨科医生欢迎因夫妇倒转来伫遮，搁较好，请坐。陈美龙陈美龙伊其实是阮已经倒转来住伫台湾的吼，伊即马长期住伫台湾的姊妹吼，伊即马是锡安教会，伫锡安教会咧聚会吼。后壁遐就是许胜男医师夫妇吼，柯医师，因原来是伫纽约市纽约遐是外科医生吼，伊退休了搬来伫洛杉矶吼，伫阮迄个社区。黄永胜教授夫妇吼，黄永胜教授夫妇，伊黄教授大部分我拢台湾，伊捌做到中兴大学副校长吼。黄永胜夫妇林清贵夫妇哈，林清贵夫妇伊也是朴素啦吼伊负责阮教会诶对外社区的迄个长青教师非常的成功，因夫妇帮助足多咧吼因本来住伫佛罗里达，后来我搬来加州的吼，欢迎伊咱来介绍郑明泰夫妇明泰是为 Texas 搬来加州的嘛吼。你今仔日看到唯一无事件的遐相片，拢是伊翕的啦。迄天伊伫在场遐翕的吼，伊拄伫遐有翕落。较后壁我来介绍林坤正啦吼，林坤正夫妇，因即马原来是美国台湾两边走吼，伊住伫中和吼，伊是有这书欢迎伊。来介绍阮即摆要搬倒来台湾，拄好顶礼拜遮住入去三芝诶，赵聪林牧师夫妇。倒转来三芝伊是足先辈吼台湾现在毕业的，伫尔湾的时阵帮助阮非常的多吼多谢赵牧师因夫妇会通今日来参加这个礼拜。好，请坐。毋知抑阁有我特别其他介绍迄个李淑长老的妹妹甲妹婿，因嘛为德州转来陈县吼，因夫妇这李淑长老的妹妹甲妹婿这个是欢迎因。后来我来介绍，无想到今仔日我两个亲情吼，拢是我的一个表哥，一个堂哥。这位表哥吼，柯昭信长老。顺天堂柯昭信长老是我的表哥，表兄因夫妇，因属伫洛杉矶教会。然后我为 Edmonton 吼 ，Canada Edmonton 倒来敬伊骆敬伊，这是我的堂哥。我大概30-40年捌看到伊啦吼，今日忽然间出现，足欢喜。毋知抑阁有我特别爱介绍的人也无？有特别我即摆手边无这资料吼。如果你愿意，请你留自己吼大家下礼拜三，大家有机会通好来交陪吼，非常感谢
咱今日做伙伫这个所在敬拜，多谢。这时咱要来吟上尾诗圣诗68首，咱要来吟第4节到第5节。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